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飞视财经。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10月31号最新的聚焦港股的红号策略谈栏目。老规矩，我们先给大家总结下红号的主要观点，后面大家再研读原声。首先第一点，市场正在换挡。红号的判断是，过去以成长和想象为主的阶段，开始向价值和周期性板块轮动，不是科技被否定，而是资金节奏在变。换句话说，投资主题的热度在转移。其次，他判断轮动的根本原因是宏观与信心的双重变化。他把原因归结为两件事：一是全球和国内的货币在边际上有调整，流动性和利率预期在变化；二是经济结构出现阶段性差别，某些行业的盈利周期开始复苏，合起来推动了估值重置与资金再分配。第三，银行与周期板块的相对机会被再次强调。红号指出，金融板块尤其是大型以及与实体经济紧密相关的有色、工业等，开始被更多资金关注，原因并非短期噱头，而是这些行业与真实经济现金流绑定更紧，能在经济回升周期里率先受益。第四条，对成长板块的态度需要是谨慎但不否定。他反复说，很多科技和成长公司仍有长期价值，只是在当前阶段，成长股的估值里已含大量预期，波动会更大。长期逻辑没被全面抛弃，但短期节奏要调整。第五，节奏与耐心是关键词。红号多次强调，轮动会分阶段出现，需要时间与耐心去消化估值、业绩与资金流向之间的差异。第六条，政策与外部风险仍是不确定项。红号提醒，政策落地的节奏、外部地缘与贸易摩擦都会影响轮动的持续性和力度。换言之，路径可能曲折，但大方向他认为已显现。好了，总而言之，他的结论是结构性轮动已经启动，但要用分阶段的眼光来看待市场变化，不是全盘否定过去的赢家，也不是盲目追逐新热点，更重要的是识別周期回歸的信號和把握節奏。我覺得大家仲係太悲觀啦。我覺得價值股比較大啦，咁所以大家要有啲耐心。咁但係呢個輪動肯定已經開始。大家好，我係洪浩，歡迎收睇洪浩策略。其實好容易嘅啫，係啊。咁我覺得經貿關係、經貿談判有成果啦。咁延長呢個關稅嘅呢個停火協議咧，延長咗1年啦。咁同埋我哋會重新供應稀土啦嚇。咁但係咧就對方亦都要作出好多讓步啦。譬如話呢個對於芯片嘅管制等啦。咁其實呢啲都喺談判嘅範疇入邊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喺呢一關過咗之後咧，咁其實譬如話美聯儲繼續減息啊。譬如話北水南下，譬如話我哋國內新嘅政策出台啊，等等等等，其實呢啲都會幫助我哋港股向上繼續向上行。下一個目標位，我覺得應該係去到3萬樓上，即係好似類似 A 股去到4000點咁咯。係呢個10幾年冇見過啊。係咁，所以我覺得大家仲係太悲觀啦，即係對於呢個市場就係太悲觀啦。咁其實我哋今年或者我哋過去幾年睇到嘅科技股嘅上升啦，同埋今年以嚟睇到我哋喺科技上面突破啦。咁其實我覺得呢啲係未有完全反映喺股價入邊。明白。我覺得價值股比較大啦。咁我前嗰排係推過銀行股，咁其實銀行股係比我想象得升得要快啊！好似農行2個星期升到20個點，哇！大佬咁大個股票喎，咁我覺得係超越咗我嘅預期啦。咁但係我認為整個板塊仍然係有機會嘅，即係當然一個輪動咧，佢個資金唔係話一條直線嚇賣晒啲成長股嚟呢個價值股，唔係咁樣嘅。咁佢會慢慢喐下去息嘅。咁所以大家要有啲耐心。咁但係呢個輪動肯定已經開始。第二就係有色工業金屬、有色金屬，咁譬如話銅啊、鋁啊呢啲咁嘅東西啊，
咁我覺得仍然開始升啦，咁但係佢主升浪未有開始，即係大家都將信將，即係大家我而家嘅呢一個邏輯就係話點解經濟喺度放緩，同埋呢個經濟週期就去到呢個中晚期，咁但係點解你呢個時候你選擇買工業金屬、有色金屬啊？咁你點解要咁樣做？咁呢個邏輯，我覺得類似於經濟嘅中晚期，點解今年嘅股市表現咁好嚇？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同一個邏輯，就係話呢一啲價格嘅表現啊，佢更加多反映嘅就係一個就係市場嘅流動性嘅條件嘅變化，第二咧就係話呢啲嘢係未炒過嘅，佢仍然喺個低，同例外嚇，銅已經去到萬幾㗎啦，咁但係好多有色金屬未炒過，咁所以佢仍然喺個低位啦。譬如話你睇到譬如話中國中鋁啊咁樣，係啊，咁今日已經升咗10幾個點，一日升咗10幾個點，我覺得哇，我覺得真係好，即係我覺得點講咧，即係佢會超出大家嘅預期啦。正係因為所有人都唔睇好，所以佢會超出大家嘅預期。咁同埋咧，我覺得有幾間好明顯嘅科技公司嚇，佢轉型成功咗嘅嚇，咁我就唔講名啦。咁啊好明顯嘅，咁呢啲公司肯定會創新高，毫無懸念嘅。咁好多人好習慣就係譬如我哋今日推咗一隻股票啊，推咗個板塊，咁佢冇即刻升嚇，佢可能因為時運未到，可能因為 catalyst 即係嗰個觸發點未到，咁大家好糾結，或者買入去之後跌咗一日兩日，咁佢又好糾結。咁其實你睇到呢個主升浪，佢係未有開始嘅嚇，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大家要有啲耐心咯。嗱，首先佢衝得太行，肯定要跌嘅。咁所以咧，而家跌翻落嚟，或者係即係呢一波炒完啦。咁你要睇你個整個市場其實喺度上升緊㗎。咁所以佢哋跌落嚟，咁但係其他股票喺度上升緊。咁所以整體股票上升，市場上升嘅話，但係幾隻個股或者即係以前炒到好行嘅呢個股，佢喺度下降緊。咁其實我覺得係好正常嘅事，即係佢係一個輪動嘅過程啊，即係你啲資金從呢啲熱嘅板塊、熱嘅股票去到其他嘅更加熱嘅板塊、更加熱嘅股票咯。咁所以呢幾隻股票，我哋都好耐冇講過嚇，因為呢個就係主要因為冇機會嚇，暫時冇機會。咁我哋咪做啲其他嘢先。係一般輪動佢需要2個季度，2到3個季度嘅。咁當然而家因為大家好心急賺錢嚇，所以佢喐得好快嚇，所以傳統嚟講2-3個季度。咁唔可以咁樣講嘅，即係你冇可能話呢個世界所有最賺錢嘅東西你都買到嘅，冇可能嘅。咁譬如我哋買咗，我哋之前啊，我舉個例，我哋之前買咗金、買咗銀、買咗呢啲所謂嘅創新藥咩？咁其實我哋肯定忽略咗其他機會嘅嚇。咁所以我覺得唔可以咁樣一概而論嚇。咁巴菲特其實我覺得佢亦都講過一句話，就係佢唔中意買自己唔了解嘅東西嚇，即係佢並不知道呢間公司點樣去賺錢，點樣去嚇點樣去估值，所以佢選擇唔參與。佢只賺自己認知入邊嘅錢嚇。我哋 A 股朋友有一句話，我覺得講得好好啊，就係如果你賺到自己因為呢個咩話，因為運氣賺翻嚟嘅錢，你亦都會因為呢個運氣蝕翻去嚇。咁所以我覺得係好有道理咯嚇。即係如果係投資淨係靠運氣嘅，唔係話唔得，但係唔係每一個人嘅運氣都好嘅。即使有一個人嘅運氣好，人嘅一生亦都有周期，有時上有時落，係嘛？12年一個本命年嚇，咁所以咧幾年撞次呢個流年呢個犯太歲嚇等等，咁其實呢啲都係有即係老祖宗傳下落嚟嘅呢啲哲學咧，其實佢都係有道理嘅嚇。咁所以你都冇可能話一世人永遠順風順水。咁所以我覺得賺自己認知嘅錢，不僅僅你賺得舒服嚇，同埋咧你亦都唔使即係你攞住呢啲股票，因為你知道咁，所以你了解咗呢啲股票賺錢嘅邏輯，咁你亦都唔會太晚黑會瞓唔到覺。係啊，而家係
四季度中啦，接近11月。今年發生咗好多事，但係亦都帶嚟好多機會。希望新嘅一年入邊市場會帶俾大家更多嘅賺錢嘅機會。歡迎大家點讚、分享、訂閱鴻浩策略。